地球是知名的小说家，不过呢，他在晚年的时间，他也开始写散文。他有2本散文集，一本叫《草木恩情》，然后一本呢叫《游行飞山游记》，游行飞山游记。对这2本书名，大家就知，事实上也是反映地球自家本身的对台湾生态环境的一种人文观察，对台湾生态的人文观察。不过呢，也同我也留意了佢非常多佢童年的回忆。草木恩情，看下书名就知，是以写植物为主。佢睇个书里边有写到讲，细汉嘅时节，在那个番尼娜嘅身边非常的孤单，久久无转无卡嘅阿爸，老阿妹见面嘅时节，加上都要严家，阿爸阿妹严家嘅时节，也年纪细细嘅力球，佢就要扛出那个观察底外，躲在草丛里。他觉得他周围的这个自然树木、草木，好像是掩护着他，不受树苗做很多草木恩情。那我也系因为那个草木植物呢，对人的生命提供了非常多重要的养分。那一本《游行飞山游记》，游行飞山游记，游是水底边潮水的。行在天上行的走兽，飞呢做天上飞的鸟类。一看书名就知，主要做写动物。用到很多山有记，里面也有生态人口动物、植物这些生态人口，其实都是人类的朋友。不说那本散文写作很多游行飞山游记。那2本唔係單向寫植物本身嘅生態，事實上佢也寫到神陽也到動物植物嘅主題。故說拖了2本散文集，我對台灣嘅客家莊，特別係苗栗地區嘅一種生態嘅環境，還有歷史嘅背景，都有非常多深入嘅了解。也啲都有譬方講，也有寫到特殊嘅客家莊嘅產業，像那個割莊腦啊，還你講那個割漆割漆樹的漆，還有樟腦等等那種非常特殊的客家莊長有嘅產業，佢透過都是透過散文嘅描寫，也被留下來。所以講草木恩情和遊行飛山遊記這2本書，係對理解客家莊嘅歷史人文、風土生態非常重要嘅一部作品，也做得看到地球佢自家本身生命過程中。特別係童年時代嘅回憶，而對那種過去嘅種影響，過去石油過嘅動物植物，有的會慢慢的消失，係乜嘅原因幫佢消失？用佢嘅一種觀察地方呢，也係傳達了佢對土地應該要來愛護，要來保護了到其他生態人口所有嘅生命。人留了到動物植物都係一個平等嘅樣嘅生命觀。